Hello， 各位同學，歡迎嚟到 Flo 女人同學會呢個生活學習嘅 podcast。我係 Carmen。今集嘅哈佛 Insider， 我就想同大家講下啱啱公佈完畢嘅諾貝爾獎。唔知各位同學仔又知唔知道咁多年以來邊間大學攞到最多諾貝爾獎啊？冇錯啦，就係我今日會講嘅哈佛大學啦。根據統計，由1901年諾貝爾獎建立之後，哈佛總共攞咗161個諾貝爾獎。咁呢啲計算嘅方法咧，通常就係指得獎人喺得獎嗰一年或者嗰一刻，究竟係咪喺哈佛做嘢或者讀書？如果係校友咧，其實就唔會計喺嗰161個以內嘅。咁除咗哈佛大學之外，其餘10大攞得最多諾貝爾獎又係邊幾間學校呢？咁我可以介紹一下。咁頭先講咗第一位係哈佛啦，咁第二位呢就係劍橋大學 Cambridge， 總共攞咗126個獎。第三位係麻省理工 MIT， 總共105個獎。第四位係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104個獎。第五位係芝加哥大學101個獎。第六位係 Princeton 81個，第七位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C Berkeley 75個，第八位係牛津大學 Oxford 73個，第九位係耶魯大學 Yale 65個，第十位係史丹福大學 Stanford 36個獎。今集呢，我就想同大家講下今屆諾貝爾獎得獎人嘅其中一個。咁佢雖然現時就唔係哈佛嘅教職員，咁但係佢同哈佛都好有淵源，因為佢係哈佛嘅校友，佢以前就喺哈佛讀書嘅，咁所以我今次就想介紹下佢，因為覺得佢得獎嘅理論咧都幾得意，覺得可以同大家講下嘅。咁究竟呢位仁兄係邊個呢？咁佢個名咧就叫做 Philip Ahion。咁如果個名讀得唔正咧，大家就唔好見怪，因為我啲法文就唔係好掂嘅。我亦都睇過資料啦，見到佢中文譯名都有幾個譯法嘅，咁但係香港普遍嚟講，佢個譯名都係叫做菲利普亞吉翁。咁於是我今集咧就會用亞吉翁呢個名嚟介紹佢嘅。咁亞吉翁頭先講咗，佢唔係哈佛嘅教職員啦，現時佢咧其實依家咧就分別喺法國同埋英國兩間大學有教職嘅。咁法國嘅大學就係法蘭西工學院，咁喺英國就係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嘅學者嚟嘅。咁今屆嘅諾貝爾經濟學獎仲有3個得獎人嘅，咁亞吉翁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亞吉翁研究項目嘅合作夥伴，美國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 嘅 Peter Howard。咁第3個得獎者咧就係美國西北大學 Northwestern 嘅學者，叫做 Joel Mokyr。因為佢哋3個對創新如何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嘅研究有重要嘅貢獻，咁所以佢哋就今次得獎啦。咁亞吉翁同佢嘅研究拍檔 Howard 咧就一齊開發咗一個叫做創造性破壞 Creative Destruction 嘅數學模型，用嚟解釋新產品同新科技點樣可以取代舊有嘅產品同科技，並且促進經濟發展。咁稍後我會再詳細少少解釋呢個所謂嘅創造性破壞 creative destruction 嘅。咁但係亦都想提下第3個得獎人 Mokyr 咧，佢亦都係研究創新科技點樣推動經濟發展。咁但係佢就從一個歷史嘅角度去睇，咁佢就發現其實新科技點解可以推動到經濟發展呢？就係因為人覺得呢啲新科技或者新產品對生活有幫助、有貢獻，咁所以就會買呢啲新產品、新科技啦。咁但係要理解到呢啲新嘅產品同埋科技對人係有幫助，首先其實人就要有一個科學常識解釋到點解呢啲嘢係幫到自己。咁佢就話，即係睇翻歷史啦，佢就話喺工業革命之前呢，其實因為人對於科學嘅認識比較淺啊，咁所以有時候就算有一啲新發明、新事物，佢哋知道對自己有幫助，但係因為解釋唔到，咁所以咧呢啲新發現同埋新發明咧，好難有後續嘅成就啊，即係佢冇 sustainability，可能喺新產品
新科技發現嗰一刻咧，就會幫到自己，但係解釋唔到咧，就推廣唔到，亦都唔會有咩經濟嘅效益啦。咁所以佢就話要用新產品、新科技嚟推動經濟咧，其實首先亦都要我哋自己對於呢啲產品科技有一啲認識，先至可以推動到經濟。咁講翻轉頭啦，咁其實我今集主要都係想介紹阿吉翁。咁究竟阿吉翁係何許人呢？咁佢就係一個法國籍嘅經濟學家。年輕嘅時候喺巴黎薩克雷大學同埋巴黎第一大學讀完書之後呢，佢就去咗哈佛大學進修。1987年呢，就喺哈佛攞咗經濟學嘅 PhD。咁現職頭先都提過啦，佢就喺法蘭西工學院同埋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做嘢嘅。咁今次阿吉翁獲獎嘅理論呢，就係創造性破壞 （creative destruction）。但係原來呢個理論呢，就並唔係阿吉翁同佢嘅拍檔諗出嚟嘅，而係喺上個世紀30-40年代，由一個奧地利嘅經濟學家 Joseph Schumpeter 發明出嚟嘅。咁當年呢位經濟學家 Joseph Schumpeter 發明出呢個 creative destruction 嘅理論呢，後來啲人呢就將佢命名為 Schumpeter Paradigm 熊彼特範式，意思就係新嘅產品、新嘅科技出現嘅時候，就會將一啲舊有嘅產品同埋舊有嘅科技淘汰啦。咁正如我哋中文亦都成日講破舊立新啦，大概就係咁嘅意思。咁但係咁既然呢個理論唔係新嘢，咁點解阿吉翁會憑住呢個理論今年獲獎呢？咁因為佢同佢嘅拍檔 Howard 咧，就一齊研發咗一個數學模式，證明到點解呢啲新嘅科技同埋產品可以推動到經濟發展。咁佢呢個數學模型呢，就係證實咗，當一啲企業家公司要賺錢嘅時候，咁佢就要想辦法賺錢啦。咁其中一個賺錢嘅方法咧，就係推出一啲新嘢去吸引一啲顧客，令到啲人會買佢哋嘅產品或者科技啦。而呢啲不斷創新推出嘅產品同埋科技咧，因為啲人中意，覺得佢哋幫到自己嘅生活，咁所以就買呢啲產品同科技，咁就會令舊有或者原有嘅科技同埋產品越嚟越唔受歡迎，慢慢被淘汰啦。打個譬如，以前我哋係70-80年代係用緊座台電話嘅。咁但係去到80年代尾90年代開始有無線電話嘅出現，咁再到千禧代就係智能電話啦。我哋而家嘅智能電話大家都知道，除咗係一個電話之外，亦都係一個 CD 機、收音機、相機，甚至係電腦嚟嘅。咁所以有咗智能電話之後呢，就取代咗 Walkman 啦，已經冇人會再用 Walkman 啦，亦都越嚟越少人會特登去買部相機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新產品、新科技取代淘汰舊有科技、舊有產品嘅例子。阿吉翁嘅研究呢，就證實咗，要有長期嘅經濟增長呢，係需要不斷有新企業取代舊嘅企業，新嘅科技取代舊有嘅科技，令人嘅生活質素不斷提升，咁佢哋就會繼續購買呢啲新嘅科技同新嘅產品，令到經濟可以持續增長。但係當呢啲新企業因為佢哋嘅新產品、新科技賺到錢而越做越大嘅時候呢，就有一個危機啦。呢個危機就係可能佢哋會壟斷市場啦。一旦市場被一兩間大嘅公司壟斷咗之後呢，呢啲創新嘅速度咧就會慢慢減低，因為佢哋已經冇競爭對象啦嘛，咁啊唔使咁嘥精神、時間、金錢去研發新嘅科技、新嘅產品啦。咁所以阿吉翁嘅理論亦都係提到，要不斷推動新科技發展咧，其實亦都需要有合適嘅市場結構嘅。咁以美國嘅 tech industry 為例啦。阿吉翁就話，雖然90年代到千禧年初，美國嘅 IT 革命咧創新速度快咗好多，咁但係自從喺2005年之後咧，開始有幾間大公司壟斷咗呢個 IT 嘅市場，新公司嘅入行率就越嚟越低，而且創新嘅速度咧亦都越嚟越慢。咁譬如我哋講緊最大嗰幾間科技公司啦 ，Microsoft、Amazon、Facebook、Google， 全部都被美國嘅政府告過嘅。告佢哋嘅原因呢，就係因為呢幾間公司太大，有壟斷市場嘅嫌疑，所以政府就要告佢哋，以免佢哋真係壟斷咗市場啦。因為壟斷市場嘅反面呢，就係創新速度會越嚟越慢。
咁對於整個經濟發展就會好大嘅負面影響。咁但係你亦都可以話，咁呢啲新科技、新產品嘅推出好就好，咁但係淘汰咗呢啲舊有嘅公司，咁咪好多人會失業咯。咁對於整體經濟嚟講，其實係咪真係咁好呢？咁馬吉翁就提到呢個考慮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馬吉翁就認為其實咧，我哋有方法可以一方面平衡到社會公義，唔會令到好多人失業，同時亦都唔會阻礙呢啲創新科技嘅發展。咁佢就舉咗丹麥作為一個可以值得參考嘅例子。佢就話丹麥有一個叫做彈性安全嘅系統 Flexicurity， 佢哋叫做Flexicurity。咁咩係 Flexicurity 呢？咁佢就話，如果你係喺丹麥，你因為公司倒閉，因為公司嘅產品或者服務已經唔再有人需要啦，咁所以公司倒閉，咁你就失業。咁如果你喺丹麥嘅話呢，丹麥政府唔單止會俾一個90%嘅人工津貼，亦都會喺2年內提供免費嘅職業再培訓，等你可以學一啲新技能，喺一啲新科技公司繼續工作，揾到工。咁丹麥咧，亦都可以一方面將呢個失業率 keep 住好低啦，同一時間亦都可以鼓勵企業繼續去發展新科技。咁馬吉翁亦都提到，其實佢自己覺得咧，相對美國同埋中國咧，歐洲喺呢個創新科技嘅發展咧，其實真係好慢。咁佢就呼籲歐盟政府應該多啲鼓勵企業去創新。例如頭先講到丹麥嘅 Flexicurity 制度，就可以鼓勵多啲企業去創新之餘，亦都唔會令到好多人突然間失業啦。總結嚟講，其實阿吉翁呢個創造性破壞 Creative Destruction 嘅理論咧，都係講3樣嘢。第一，要有持續嘅經濟增長咧，係需要不斷有新科技嘅發展。第二，就係要避免呢啲新企業壟斷市場。因為一旦幾間公司壟斷市場咧，就會減慢科技發展嘅速度。咁科技發展嘅速度一減慢咗咧，經濟亦都會減慢嘅。咁第三，最後一點咧，就係政府需要有一個完善嘅制度，令到因為舊科技被淘汰而失業嘅人，可以通過培訓發展新事業，令到失業率唔會突然間飆升。咁如果可以做到呢3點咧，經濟就會可以持續增長。而我哋咧，亦都因為有新科技而令到生活質素越嚟越好。咁今集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 show。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